新竹两千农地开发案引起网友大嘅议论。就算厂商无违法，也应挂保证讲，伊能工厂做得到零排放。不过，更加人怕已经完全无法度相信无污染也件事情呢。因真假使里面有污染，也个土地也无法度归到本单嘅用嘅也有。同时也几多人睇质疑嘅系农业系屏东嘅建屯带呢，为到工业牺牲农地，唔系路为到是饲养猪肉饲条猪哈。更加也个案呢，怕唔会继续嘅。加讲呢，有几太人员也系认真，采地乡亲几家嘅强检适合起来，太上公出现人嘅心上，安尼政府如是唔得怎么看到，那我有改变，继续来看也个过程。深山种茶地波一个塑胶局能嘅塑胶贴片呢，讲系全球第三大嘅企业，新竹企业已经喺呢倍2000寸一只嘅买嘢14公顷嘅农业用地，想去睇下工厂生产一个塑胶贴片，不过制作过程地波可能会产生嘅污染，本乡亲一定少，一定因为农地就应该用来种作，使唔得去工厂。大泵喷洒内桶2000的水，只用按到农作物。种族村的农民李清良个老人，两下班就对竹田的地底下撮出饱满的竹笋。伊竹笋认真无违法好皮，食起来个清甜。我新竹企业的一天天就睇两格别的。我黎胜洲哦，我的园区黎胜洲，它6米年了，6米。它到这个地方，它6米嘛，我们就6米宽，6米宽而已。就行基布局的天天，李清良是才冇办法接受，工厂就会开提自家的竹田顺后。它有表明的嘛，它是要做那个塑胶制品，塑胶制品一定盖草嘛，超光过嘛，就第一个对。啊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水污染，它那个塑胶东西下去，对，污染下去，对，它这我们就全部都完蛋了嘛，全部都要吃到它那个的那个污染物了嘛。那水啊，用水，它是一个模具降温还有管路降温的循环用水啊。那循环用水它是补充消耗到的蒸发，还经过污水处理厂。我跟乡亲说，我可以提供3大监督。空气排放你来监督，用水量我装水表你来监督，污水你来监督。新竹企业创业30几年，也有做也有卖冲茶皮片，茶皮多项立体脚贴的也掉，用年人前给天爱抢鬼唔用的鬼到家乡，用一瓶3800的发现澎湃家私，买到呢倍2000寸14公顷都市计划起度的农地，做环境影响评估通过。经过都市计划变更尝试，农地就做得变更做一种工业用地，来开4.4公顷的生产工厂。按算年代就会完成生产的尝试，107年就会开始来起厂房。那我这个开发案是根据产创条例，而且投入了这块地买了快3年了呢。那走的程序走了1年半多了呢。那未来还要走多远不知道呢。那县府核可了之后，不是通过呢，还要到内政部呢，都市审议呢，那层层把关了，我们走这样子，而且这个开发程序如果这么冗长，我们已经这个也蛮辛苦的啊。胜洲是否能够成立、能够设厂与否，它其实有3道关卡。第一道关卡，环境影响评估；第2道关卡，县都委会变更；第3道关卡。县都委会假设也通过之后，他还要送内政部的内政部都委会，这3道关卡，屏东县政府或者是官方单位都不会超过1/2，甚至于都是第3方的学者专家来做严格的把关。厂商建讲开发出开系照法照常识来做，屏东县政府未见强调照法行政。不过照经济部工业局去年8月的统计，屏东县有239公顷用地解放的工业用地，係全國第2高位。因為新竹企業唔係愛去工業區度項，沙點都買農地來開發咯。大慶2年前，我的朋友在那裡設廠，一坪是3萬塊，建廠完3萬塊，不到2年多，現在7萬5一坪，那這種高成本
台商怎么愿意？我们是中小企业，我们不是大型的企业。现在有140多公顷的工业区用地，但这些工业区的用地说明清楚，它的所有权人并不是政府，也不是屏东县府，所有权人是私人。你有闲置工业区，你本来就应该优先。那如果你觉得闲置工业区的土地太涨，你们是不是应该去做协调？比如说政府应该给闲置的抽适当的税，让他们不闲置，要赶快把它租出去，而不是只是说好这块地你不用，我就再去给你再去找一块农地来开发。圣州他现在用他私人公司的钱去购买了农地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的农地所有权人是私人所有。当今天他是私有财产的时候，他有权利申请他的变更，他有权利申请他去改变，他有申请的权益。其实是很难自圆其说，也就是说，他其实已经同意他来做变更的申请以后，再帮他网开一面。这个行政权的这个过度的解释，替代法律这个行政部门推翻了原有的法律设定，然后再来帮他开个案审查，所以这个是整个混淆了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法的这个保全的目的，也同时把过去的都市计划法一概踢开，那所有的老百姓所相信的这个法律程序都不被尊重。苗种长途来讲，屏东县政府的讲法免唔会侦查，申请土地变更提出环境影响评估，如係厂商嘅權利。韓國廠商未將嘅本錢落去，愛很明了錢就按你結束冇愛做，那要按改。唔過廠商送案呢，政府就愛處理。嘅要按樣嘅講，地方嘅永久發展按樣嘅規劃好。一下總係等到事情發生呢，民眾出來反對，人愛來面對。就算廠商見保證講會保護環境，大家還係無法度相信。開發案變到做也唔錯，唔做也唔錯。當然啦，我既然土地已經買了，而且整個這個顧問公司1000多萬都已經付了，你說一句話就是說我不要在這裡，那我的權益呢？那我的整個計劃呢？我整個營運計劃勢必會有很大的一個衝擊啊！我願意給政府，還有給我們公司一個機會去好好做後續的一個審查，審查得過，我就回到台灣把產線移回來；審查不過，我就繼續在大陸擴充。當然，如果在大陸擴充，就永遠不會再回來。這是台灣的政府所建立的制度，這也是民主淬煉的成果。我們不是人治的社會，權力大到說這個人可以，這個人不可以，因為這裡不是北韓，這裡是台灣。那我們也不能去杜絕或是沒收人民申請的權利，但我們也要捍衛這一些希望環境正義、希望環境維護，而且原來的一個意義的一個聲音，這個我們也兼顧。縣政府他現在可能還並不太了解這個整體的思維，他等於是說你來送案我就收案，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會忽略了它是一個中立的立場，而且屏東是農業大縣啊，然後龍泉地區其實是很多優質農業的生產基地啊，所以如果它到底是一個工廠賺的幾千萬，跟很多農民的幾千萬是很多家庭的生計，到底要選擇哪一邊？我相信答案應該是很明顯的。台灣真的是可以公民覺醒是有希望的，因為我們公民覺醒之後，我們就能夠去鞭策政府、督促政府。因為今天台灣的施政會不彰，原因就在哪裡？很多都是政府的考量而已，他根本不關心地方的需要。關心一下那個政府農地要蓋工廠，5月28日，全國社區大學研討會喺屏東舉行。龍前鄉親未去參加一場台灣最重要的公民活動，擺攤的連署希望有韓國多嘅人來支持，同時未有團成嘅辦過，我聯絡外界來發聲。環保團體出表嘅講，農地開工廠有正當起，批評地方政府因採企業買農地買起來斷價。
安尼嘅理业又会开始，能排除为数码唔准，或是农地嘅太夹事。如果这个案子圣州案如果被通过，那会立下一个我觉得就是癌细胞泛滥，在全身糜烂。因为台湾目前各县市统计起来了，大概有7到8万家既有的地下工厂，那它也就是侵入农地，那它的历程会这样子哦，一个细胞过来损坏一块土地，周边的农地本来可以农用的，那它现在因为被污染了嘛，然后就地方政府啊，在配合这个政商关系，就把它又变更为顺理成章，变更为公用地，然后公用地以后再过几届。有些权利人士又可以在工业区里面盖住宅区。你想他会1坪3000块卖它吗？不会，基本市价行情在1坪5万块。那你看这中间的利多非常的大。那万一再卖不出去呢？还有第2条路，我已经变工业区了，也许我再去申请一次变更为住宅区，也就是它永远就脱离掉农地很低价的位置，它可以在住宅区跟工业区两边去跑来跑去。那这种模式如果成功，将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企业就会跟进，来这样蚕食进入我们的农地。就算因为到环评项来比，针对敏感期开发项目，环保局更怕冇注意到地下水对大量前提嘅民众有益重要嘅。韩国莫讲，也下被环评之徒提实几项，一路以來就本人告罪，講係用開發嘅角度寫出來嘅，這種問題一定嚴重。毕竟，它环评报告是以开发单位的角度来写这个东西，它大部分都是写好的，以让这个比较早能够去过关，然后它这个环评的一个公司，它也能够拿到它的一个酬劳了哈。所以在环评设计上面，就是说会让有一些面向没有办法具体的去呈现出来。喺講新竹兩前農地開發案3關處通過嘅，順勢開工廠生產。實測韓國上外在個門，屏東縣環保局有喇叭嘅氣產人力來監測環境，做好把關網。這個18元，他們現在在工業區的稽查裡面有一個固定每個月1次的，就3大工業區：屏東、內埔跟屏南。那聖州呢？它不是屬於3大工業區，也就是說不是不是經濟部工業局管理設立的工業區。那代表它以後就是什麼？有舉發才會有人去管，那這對地方民眾來講是一個非常不安穩的一個狀態。我們拼命打開很多環評的開發案，卻沒有增加那個環境防火牆的這一塊的能量。這個是未來一定要談得清楚的前後邏輯的關係。該當年小片呢，新竹2前農地嘅開發案檢查變更成功，當農地項開工廠就會帶來補充效應。也就係講，為有意見嘅工廠落到農地項來，等到安尼就表示一橋又一橋好好嘅田橋就會冇下嚟。他甲望等國土功能愛本期，韓國合理分配安排來用，韓白天出位韓國難剔頭。也從南台灣農地開發嘅戰爭，天民縣政府就民眾嘅意見，喺6月17都市計劃審議委員會後，決定唔同意新竹嘅土地變更案，喺2000人搶使用嘅也從生產。如土地嗰便宜嘅農地，但係有幾多非農用嘅開發廠商，該有嘅上海買起來。也對小縣政府嘅先講農地按農用係一定大嘅考驗，韓國每天從唔會搶100天。